花莲的观光景点松园别馆受到风台地动霜冻，观光客事件真多，所以讲去年9月时阵就关起来整修。即阵经过3个月，今仔日总算重新开放。 关了3个月啊，花莲松园别馆内部包括园区木栈道、倒起的老树，拢已经修理好啊。2楼嘛开放画展加活动，充满艺文气氛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无真侪人知影松园别馆已经重新开放。我第一次来，然后是刚好我们住的民宿老板娘在讲的，对，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说里面我们没有逛，我们还不知道说里面情形到底是怎样。松园别馆是1942年日治时期兴建的，当时是花莲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单位，后来交由体育会管理，遭予民间经营。不过去年真侪届风台造成袂少树仔倒去，伫去年9月关起来，经过将近3个月整修，总算重新开放。我们会有邀请了很多的工艺师会进入到我们松原这个平台来，会跟以前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主要的就会是跟跨界去做一个合作，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平台，然后可以协助这些我们花莲在地一些好的达人们、职人们，他们的一些东西可以让他走出花莲。松园别馆重新开放，对在地民众来讲嘛真重要，因为这个所在是大家介意来休闲运动的所在。当然很期待，大家对花莲的感情都是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休园的话，真的游客来这边都没有地方，觉得很扫兴。经营团队讲，松园别馆建筑本体20年前都已经整修过，利用这届修园，甲部分漏水的所在，包括窗仔门、泰路顶，拢阁修理过。园区的老树会当抢救，嘛拢阁重新种过，希望会当予游客阁再介意花莲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